自2026年3月初1，撒勒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圣，咱来听读圣经。何西阿书第1章第29、第9节。上主头一遍对何西阿讲话，讲：你去娶一个淫妇做某，收伊对淫乱生的囡仔，因为这个地方充满淫乱，离开上主。何西阿就去娶狄拉因的查某囝哥密，伊怀孕生一个囝。上主对何西阿讲：甲伊号名叫做亚述列，因为过无偌久，我要因为耶和华伫亚述列杀人流血的罪，甲因刑罚，要断绝以色列的王朝。到迄日，我要伫亚述列山谷压制以色列的境。哥密阁怀孕生一个查某囝，上主对何西阿讲：甲伊号名叫做罗哈玛，因为我无要疼惜以色列家，一定毋甲因赦免。总是我要疼惜犹大家，我上主因的上帝会救因。毋是用弓、用刀、用高箭、用箭马，也是用马兵救因。罗哈玛长年了后，妇人阁怀孕生一个囝。上主讲：着甲伊号名叫做罗阿米，因为恁毋是我的子民，我嘛毋是恁的上帝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但以理书讲完煞接要来读但以理书后面12本册，称作是小先知书。以前捌讲过，大先知书甲小先知书，并毋是先知有分大先知甲小先知，是因的册大细本著作量会济少。写较济的称作是大先知书，写较少的称作是小先知书。另外，伫圣经中，咱也看到有袂少的先知，因本身并无留著作，亲像出名的以利亚甲以利沙，也拢无留著作。毋过，因也拢真要紧。更较要紧的是，咱看到因是上帝所使用的先知。咱伫今日所读何西阿，何西阿是伫以色列分裂做南北国以后，伊属伫北国以色列的先知。关于伊的出身，圣经并无较详细的记载，只有讲伊是比利的囝何西阿。伊做先知的时代是乌西雅、约坦、亚哈斯、希西家做南犹大王，耶罗波安二世做北以色列国的王的时代。北以色列国伫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下面，表面上看起来国运昌隆，经济繁荣，是难得的太平盛世。毋过宗教甲社会导致败坏、腐败。罪恶横行已经成做败亡的前兆。上帝通过先知何西阿预言审判得要临到，毋过也指望将来有复兴的一日，而且北以色列甲南犹大也会阁联合一，成做一个国家。今日咱读圣经的进度是何西阿书第1章到第2章。大圣，咱来看分段。第一段伫第1章的第1节，讲何西阿受呼召做先知。何西阿是伫耶罗波安二世做以色列王的时，受上帝呼召做先知。伊老爸叫做比利。北以色列国的政权一直拢无稳定，王朝一个换过一个，
新的王朝一直是靠暗杀也是篡位建立的。了波安二世是耶和王朝第4代王。了波安伊在位41年，若是北国做王上久的一位君王，而且伊也算是扫文王以后国力上富强的时代，经济繁荣，国土也真广大。只不过，这成就伫圣经的评价，并无看伫上帝眼内，因为圣经讲伊也是做上帝看做歹的事，无离开尼八的囝耶罗波安，互以色列人陷入罪的黑暗。第二段伫第1章29、90，则讲到着何西阿的某哈密甲因的子女。上帝头一遍对何西阿讲话的时，是爱伊去娶一个淫妇做某，佮收伊对淫乱生的囡仔做囝。何西阿就去娶迪拉因的查某囝高密做某。结婚后，高密有生2男1女，大囝号名亚述列，大查某囝号名罗哈玛，细汉囝号名罗阿米。这个囡仔的名也有因特殊的意义，是甲以色列犹大的命运息息相关。第3段伫第1章第10节到第2章的第1节，则有言以色列的复兴。将来以色列人会亲像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，子孙济甲算袂了。以色列人要搁对受上帝弃杀，变成做受上帝疼惜接纳的子民。分裂的南北国会搁再联合，搁选出一个领袖，重新复兴。彼此请安祝福的时阵，因会称兄弟做阿米，意思是我的子民，是我的同胞。姊妹称因罗哈玛，是得到疼惜怜悯的意思。第4段伫第2章第20到13节，用不敬的高密象征对上主不忠的以色列。何西阿互伊不敬的某气甲强要死，伊的某不守妇道，毋但婚前，而且伫婚后也不断讨契兄做见孝代。看伫何西阿名下的子女，也拢毋是伊的亲生囝。何西阿只不过是一个歹仔老爸。高密也毋知见孝，亲像是咧乞笑的妖女，一直装出去配种。何西阿讲，伊要断绝高密通往契兄的路，甲用枪位仔阻挡因的疏通。也无要搁提供金钱援助，也无爱供给互伊生活的需要。此外，互伊知影，伊所得到的是伊的翁互伊的，并毋是伊遐个契兄互伊的。上主讲，以色列人就亲像高密不敬拜巴力，不忠不义，爱受刑罚才知罪。第5段是第2章14节到23节。上主重新疼惜以色列。上主带以色列去到旷野，重新谈恋爱，培养爱情甲感情。上主要甲因重新立约，带以色列做永远的某来疼惜伊。上主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上主所疼的儿女。好西阿书第1章到第2章对咱的教示，头一项咧讲到着名字，实践名字象征的意义。好西阿书的
名无论是人名还是地名，也拢有伊特殊的意思、意义甲象征的含义。何西阿甲约书亚名共款，拢是讲上帝拯救。何西阿的某隔壁所生三个子女的名，大囝号名亚述列。亚述列原本是北以色国一个山国的名，伊有两个意思：第一是上帝驱除，第二是上帝的财政。何西阿的大囝亚述列。意思是讲，上帝纪念耶和伫亚述列假借上帝的名，杀灭阿哈家甲南犹大王阿哈谢。上帝要追讨驱逐耶和家。若是耶罗波安二世是耶和的第四代孙，到第五代撒迦利亚王，互伊的部下沙龙暗杀就结束耶和王朝。何西阿的大查某囝名叫做罗哈玛，意思是毋疼惜、毋甜。上帝毋疼惜北以色列，毋赦免伊，总是上帝要疼南犹大，拯救南犹大。后来何西阿的某哥密阁生一个细汉囝，甲伊号名叫做罗阿米，意思是因无搁再是上帝的子民，上帝也无搁再是因的上帝，是上帝甲以色列人彻底断绝关系，双方的契约作废。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名大部分是父母所号的，也有家己后来去改名的。毋管安怎，名代表即个人，名也拢有伊特殊的意义甲象征。毋过，名虽然是固定的，也无拄拄着爱去改名，才会当有好运、好命。因为人的一生落尾也拢是伫上帝的掌管甲捏里。咱看第2章21节到23节，遮讲上主讲：伫迄日我要应答我子民的祈求，要互天落雨灌压土地，互地出产五谷、新酒甲油，并且会应答亚述列。我要为着我家己，甲伊栽种伫即块土地。我要疼惜罗哈玛，要对罗阿米讲：你是我的子民。因会应讲：你是阮的上帝。这是咧讲着虽然何西阿三个子女原本因的名带来是不幸是无好，毋过后来因也要重新得到上帝的疼惜甲接纳。名真重要，毋过搁较要紧的是，咱爱活出上帝所看重这名的价值甲意义。第二，伫遮咧讲到着化悲惨成做祝福。最近我有甲一个牧者咧讨论讲，上帝叫先知耶利米莫娶某生囝，毋过叫先知何西阿去娶一个妓女做某，结果生出来囡仔无一个是家己亲生的。若安尼，即两个先知倒一个较悲惨？落尾阮无结论，因为两个拢惨。咱伫信仰上有时阵会强调讲顺服就有祝福，毋过有时顺服上帝所得到的无完全是世间人所咧期待的祝福，也是成功。
也是福气，反倒等于是苦难甲失价。所以，顺服上帝是态度甲行动，若是毋是祝福，是盖在伫上帝的主权甲业里，毋是必然，也无必要强求要照咱的心愿来得到。先知何西阿伊的婚姻甲家庭，表面上看起来是悲剧、是灾难、是苦难、不幸甲痛苦的深渊。伊结婚的对象是一个用钱买就有，甚至搁倒贴也甘愿有名的妓女。结婚了后，高蜜也袂安分不断，红杏出墙，所生的囡仔也无一个是何西阿亲生的。何西阿互人指指点点、讥笑甲见笑，忍受折磨的婚姻甲无正常的家庭生活，总是伫这段婚姻中，伊体会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疼，就亲像丈夫甲妇人人的婚姻，也亲像老爸甲子女家庭亲子关系的亲密。以色列亲像不忠不正的妇人人，带予上帝绝望甲痛苦，致使上帝出手要阻止以色列的淫行甲恶行，来挽救这个悲惨的婚姻甲家庭，甲灾难的山谷变做盼望的门。何西阿2章15节则讲，要甲灾难的山谷变成做是盼望的门，也要互亚述列成做通栽种出产五谷新酒甲油的土地，搁无受疼惜的罗哈马要得到疼惜，无受接纳的罗阿米成做上帝子民，有上帝成做伊的靠山，无圆满破碎的家庭，但因为疼甲亲情变成做圆满甲补足。保罗伫患难过后，伊体会出真理，讲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，伊是慈悲的爸，赐逐项安慰的上帝。伫咱一切的患难中，伊安慰咱，互咱会当用上帝赐咱的安慰去安慰遐个拄着逐款患难的人。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4节，只有肥料才会当成做农作物的养分，患难也是上帝的一种祝福。第3，认罪悔改才是复兴的正路。现代人无意爱讲罪，教会讲道也诚少讲到着罪甲悔改的信息。其实这是上大的罪，也是咱爱深深悔改信仰的反省。何西阿活伫耶罗波安2世执政统治的时代，通讲北以色列是一个难得的太平盛世，经济繁荣，国富民强。毋过，先知何西阿却唱衰讲，国王带头拜巴力、服侍偶像，致使社会道德败坏，强搁好业的人欺压善车人，宗教对立，致使上帝不得不追讨耶和王朝的大罪，也要审判刑罚不忠不义的以色列。总是以色列人若认罪悔改归向上帝，也要得到上帝怜悯甲复兴。咱也着追求上帝心意，明白咱的罪是甚物，然后认罪悔改，才当得到真实的复兴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听，互阮伫何西阿书的中间
看见，虽然何西阿的婚姻起初是痛苦见效，苦难的婚姻甲家庭，毋过伫上帝听的中间，也互何西阿的家庭尾变成做是圆满。阮嘛知上帝你对阮一生有你特别爱阮去做迄个好意思，也互阮伫车找中间来明白，会晓悔改认罪，来行向复兴的生命甲人生。阮献上基督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。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免。